現年66歲嘅康克柔今朝早由拘留所押解到法庭，庭內裝咗防彈玻璃，以防有旁聽者對被告不利。康克柔面對多項戰爭控罪，包括虐待、兇殺等違反人道罪行。佢喺赤柬70年代執政時擔任金邊 S21集中營指揮官，涉嫌以殘酷手段對待集中營入面嘅異見分子，估計有14000人喺嗰度被迫害致死。佢喺開審前透過代表律師話，知道受害人親屬唔會原諒佢，但仍然請求佢哋寬恕。佢之前接受訪問時，亦承認喺集中營內發生過戰爭暴行。柬埔寨政府同聯合國多年來就邊方面有權審理案件出現分歧，令到審訊遲遲未能展開。加上現任總理洪森曾經係赤柬成員，法庭嘅公正性亦受到質疑。不過有受害者親屬認為，康克柔受審係為討回公道嘅重要一步。康克柔會係另外幾名候審赤柬前高層，包括農謝、喬生潘等案件嘅主要證人。赤柬喺1975至1979年執政期間，柬埔寨估計有170萬人死亡。頭號人物波爾布特喺98年逝世，多名高層喺之後幾年相繼被捕，但有部分人已經逝世。